大家好，歡迎收看 CAJ 新聞，我係李嘉欣。喺美國，墮胎一直係具有爭議嘅話題。美國最高法院於2022年作出判決，推翻近半個世紀前有關女性墮胎合憲權的羅訴韋德案，裁定女性墮胎並非憲法賦予的權利。唔知大家對羅訴韋德案有多少了解呢？就着墮胎嘅議題，美國前總統拜登將自己作為開明政治領袖和虔誠天主教徒兩個身份成為引起爭議嘅導火索。2021年，拜登在墮胎問題上嘅立場以及生育權利嘅支持與教會嘅教義相衝突，但佢個人層面似乎對墮胎問題矛盾重重。多年前，美國最高法院對羅訴韋德案作出判決，法律中確認墮胎權時，佢曾公開質問這樣嘅法律是否走得太遠。直到羅訴韋德案被推翻，佢在婦女是否有權選擇生育這一政治進步核心原則問題上卻表示支持。而根據皮尤研究中心嘅調查，約60% 嘅天主教徒認為墮胎在多數情況下應為合法，由此自由開朗派天主教為拜登在墮胎問題上嘅立場鼓掌，而保守派則表示，美國有些主教認為，由於拜登對生育權嘅看法，佢應該被剝奪接受聖餐嘅資格。結果聖餐禮成了保守派同開朗派天主教徒之間針鋒相對嘅焦點。唔知你對墮胎呢個話題有咩看法呢？今集嘅節目完畢，多謝收睇。